丑吧你！我最讨厌你这副假模假式的嘴脸了。哼，你以为你很正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这个世上最虚伪的女人。聊什么呢？这么起劲儿，还你们都没听见啊？哟，这么漂亮的扇子怎么掉地上了呀？没人要啊？没人要送我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俩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好了，来，啊，拉拉手啊，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以后还是好姐妹啊啊！好姐妹。我最讨厌你这副假模假式的嘴脸了。哼，你以为你很正直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这个世上最虚伪的女人。公孙夫人，你说阿瑶她怎么就那么恨我呢？我做了让她那么痛恨我的事情吗？自私的人不会知道自己的错误，只会认为全是别人对不起自己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是去告诉皇后殿下，还是太子？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去揭穿他，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别人误解的危险。难道我就看着他这么步步紧逼吗？事已至此，殿下当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。眼下最要紧的是保住腹中的胎儿。王政君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彻底把你踩在脚下，等着瞧吧。夫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人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传太医！夫人。恭喜夫人，您有身孕了。不过，请您以后不要再饮酒了，会伤及腹中的胎儿。你说什么？殿下怀孕了，您马上要做母亲了。想不到，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哎，把这些娇花给太子妃送去。娇花象征多子多福，希望能给她带来好运气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傅良娣有身孕了，请您快去看看她吧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昨天晚上才刚刚发现的。良娣说了，要第一个让太子殿下知道。快，把这些花给傅良娣送过去啊！好。殿下，那花不是送给太子妃的？太子妃以后再说，当然是先去看望傅良娣了。走。阿瑶，殿下。嘿，你终于有了本王的骨血了。殿下，不要再转了，再转下去的话，我们的骨肉会被你转晕的。哦，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给忘了。来，快坐。没有不舒服吧？哪有那么娇气啊！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日日夜夜都陪伴在我们母子身边。前阵子本王白日是冷落了你，因为要照顾政君嘛。可是晚上也都来陪你了，你要知足才能长乐。我不管嘛，我就是让你日日夜夜都不离开我，一直陪着我。好。
喜太子妃，听说你产期将至，我祈祷你生的是一位公主，因为这样对你和你的孩子都有好处。我也会和你一起祈祷的。我希望我腹中的胎儿会有一位好妹。要是太子见到的话，没准也会喜欢。要是太子殿下见到我的脚，就喜欢我了，那该多好啊！叩见太子殿下。你的脚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要藏起来？多可惜啊！太子殿下真的觉得我的脚好看啊？是啊，你的10个脚趾像雪白的莲子，脚心呢白若豆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脚，真是可爱极了，看得我都有点头晕了。啊！郑君啊，我自己做的木屐好看吗？好看，这双木屐啊，会让你的脚显得更秀气。你的手可真巧啊，怎么会想到做这个呢？因为有人曾夸我的脚好看啊，所以我就想给它配一双更好看的木屐。谁夸你的脚好看？哎，今天是七夕节，太子怎么没过来陪你呀？自从阿瑶怀孕以后，她就很少来我这里了。可你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呀！再说又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怎么说也比阿瑶重要啊！今天是七夕节，她怎么能一个人霸占太子呢？没什么，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平安的出世就好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就是在七夕节，我和元儿私放河灯，被问了罪。怎么会忘呢？那一次，我还冤枉了你。阿元，我想今天你陪我去明渠边放河灯好吗？我突然很想念元儿。好。郑君，郑君，怎么回事啊？约好了在这儿，到哪儿去了？
凤渊来看你了。见到太子殿下还不赶快行礼？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明渠干什么？好了好了，没事的。刚才你好像在这哭泣啊，为什么？还不赶紧回话！算了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。走吧。是。渊儿，对不起，你安息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心里有愧，来这里祭拜元儿？这不关你的事。陷害朋友，把信任你的人置于死地，你的良心好受吗？逼死他的是心狠手辣的张婕妤，是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皇宫，与我无关。哼，他如果不进宫，他就不会死。归根结底，是他的贪心把自己给害了。难道到现在还不忏悔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皇上、皇后还有太子，哪一个不是被你哄得团团转？可是你记住了，今天由于我的存在，你别想再嚣张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把你拥有的一切一个一个全都夺回来。你把太子从我身边夺走还不够，为什么你还要夺走我的孩子？哼，上次在台阶上没有把你的孩子摔掉，说明他命大。可是我相信他不会永远这么走运的，你也一样。我绝不允许你的孩子成为我的绊脚石。只有我的儿子才配成为继承天下的君主。就想跟我争，休想！都是你逼我的！抓住我！抓住我！来人呐！落水了！来人呐！别让他死！我不许他死！殿下，殿下，再忍耐一下就好了。再忍耐一下，殿下。公孙夫人，快救救我！郑君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生的是一位皇子，父皇龙颜大悦，给他起名为傲，希望他将来能像千里马一样驰骋天下。咱们的孩子差点就没能来到人世，你好端端的怎么会掉到冥渠里呢？幸亏有阿瑶在啊，她不顾自己有身孕，她救了你。你有这样的好姐妹，真是万幸啊！不，殿下，这不是真的，是阿瑶把我推进冥渠里去的。这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没有，殿下，
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一次是阿瑶在玉像里放了巫蛊的铜人，诅咒我；第二次是他在我穿的木屐里做了手脚，我才会摔下台阶。自从我有了身孕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成了阿瑶的眼中钉了。这些事，你为何到今日才告诉我？因为这一次，我差一点连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掉。郑军说，是你把他推下了冥渠。当然，本王不会听信他一面之词。可是他说，他落水的时候只有你在他身边。他还说，你之前曾有2次想要加害于他，事情究竟是怎样的？我希望你能跟我说明白。臣妾不明白太子妃为何跟您这样说，但是当我走到冥渠边的时候，他已经落入水中了。我尽全力去拉住他，可却没有力气把他救上来。殿下要是不相信臣妾的话，那就下旨把我杀了吧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可王政君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不是一向情同姐妹的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臣妾知道，郑君不是一个善妒的女人，可如今臣妾也怀了自己的骨肉，所以我深知作为母亲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想豁出去一切的心情。如果我怀的是皇子，对他的儿子就造成威胁了。昔日那么好的姐妹，如今却成了这样决裂的关系。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吗？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要这孩子了。阿瑶，阿瑶，哎呀，不要这样，阿瑶，不要打本王的孩子。殿下，殿下。好了，好了。殿下，臣妾想让殿下知道真正的善恶。阿瑶不是你说的那种女人。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出现那种嫉妒和怨恨了。大胆奴才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恕罪，太子殿下，我这就给你弄。好了好了，要不你脱了，我去帮你洗。是你呀！你想让本王在这里脱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本王要好好的惩罚你。下去吧。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为什么在哭？上次我……说吧，没关系。上次我想起了一个好朋友，他2年前不幸去世了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好朋友不在身边，感到寂寞了吧？嗯。本王也有寂寞的时候。又何况是你呀？殿下也会寂寞啊？殿下身边可是有好多人陪伴着的。我也不知道，也许身边的人太多了，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人。哦。比起你哭的样子，本王更喜欢看你笑的时候。看到你的笑容，
好像我的烦恼也少了许多。你能不能笑一笑？郑君，恭喜你生了皇子，可爱吗？能够一举生下皇子，果然是很有运气。我还要向你借借运气呢。哎，阿元，你怎么会这副装扮？哦，莫非昨夜太子他突然……反正今天早上他就封我为孺子了。恭喜你，阿元，以后我们姐妹呀就更加方便互相照顾了。真是该恭喜你啊！几天不见，你就能和我们平起平坐了。真是平时越傻的人吧，就越让人刮目相看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真是傻人有傻福。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被老天爷给遗忘了，他不管我了呢。没想到，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好姐妹了，哈。你看他，饱满的额头，有神的眼睛，多像郑君啊！哦，俊秀的鼻子，丰厚的嘴唇，多像太子啊！我也好想有一个这样的孩子。如果不是觉得今后还有点用，真想立刻把这个不顺眼的家伙给撵出去。能够一举生下皇子啊，果然很了不起。但是生儿子容易养儿子难，养大可不容易啊！是不是？还记得吗？这些补药都是你送给我的，这里的每一只都是我荣耀的标志。可是如今，我留着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还有什么用啊？奴才参见夫人。
黄龙元年，我的丈夫继承皇位，可他仅仅封我为婕妤。3天之后，才下诏立我为皇后。就在这一天，傅瑶诞下皇子刘康，而冯源也怀了身孕。从此，我和傅瑶之间的争斗也从后宫争宠转向更加残酷、更加血腥的皇位之争。皇后起驾！爱妃啊，这后宫有佳丽3000，可朕每每唯独在爱妃寝室流连，你可知这是为什么？臣妾啊，不敢妄自揣测圣意。一来呢，是因为爱妃侍寝承欢；二来也是因为咱们的康儿聪明乖巧。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，朕这个为人父的，心里也是无限欢心啊。陛下可以如此眷顾和臣妾的夫妻之情，这是臣妾和康儿的福分。臣妾听到一些传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？讲吧。臣妾听说，冯源若能诞下庶君，陛下便为赐他婕妤。陛下有无此意啊？陛下，你笑什么？你都答应了臣妾的，君无戏言，你好好说嘛你。好好说。朕起先并无此意。不过，经你这么一提，倒也未尝不可呀。爱妃，爱妃生气了。哎，陛下还说心疼臣妾，陛下都是骗人的。陛下根本就不理解臣妾的心意。哦，今日是冯源诞下庶君，可以封为婕妤；明日周良人也可以，后日王良人也可以。几年之后，整个永巷全是婕妤，那陛下还要臣妾这个婕妤干什么？还有康儿，他自小就知道他娘是个婕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等康儿长大以后，他娘还是个婕妤。康儿会看不起他这个一无是处的娘的，是不是啊，陛下？爱妃，不必有此顾虑。康儿这么孝顺，你不用这么想，啊，放心吧。不过，你如此体贴贤惠，这何尝不想有2个皇后啊？陛下所言，臣妾哪敢妄想啊！臣妾只想陛下可以理解臣妾的心意，可是臣妾的顾虑怎么办呢？爱妃的心意，朕怎么会不懂啊？可是，这永巷的后妃等级啊，源于先秦，以皇后为尊，次之就是婕妤了。朕就算要擢升爱妃，也总得找个名目不是？总不能一君2后吧？臣妾明白，陛下是最心疼瑶儿的了。其实，陛下要想找个名目，又有何难呢？爱妃啊，朕不能逆先帝之意啊。当初立奥尔为太子，朕也知道，委屈了你们母子2人。
既然时至今日你仍然觉得委屈，那好，朕答应你，给朕一些时日，让朕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初元2年春季3月，皇帝诏书：傅夫人秉性贤淑，柔顺恭谨，恪守妇道，礼范后宫。现更号为昭仪，赐以印绶，在婕妤之上，皇后之下，位同丞相，爵同诸侯王，俸禄万担，迁居依兰殿。与皇后行欠身礼，昭其仪，尊之也。冯夫人秉性敦厚，为人婉顺，敬宗礼典。现更号为婕妤，赐以印绶，位同上卿，爵同列侯，俸禄8000担，迁居合欢殿。钦此。谢主隆恩，愿皇帝陛下福寿安康，长命无疾。奴婢拜见夫人。哼，这不是吴宫人吗？啊，我都忘了，原来吴宫人一直在依兰殿打理呢。奴婢有一事相求，请夫人成全。有事尽管直说吧。奴婢在宫里时日已长，如今只想早日回乡与爹娘团聚，请夫人成全。想要回家？为什么？难道你是怕我这个依兰殿的新主子不会善待于你吗？不敢，奴婢实在是太想念爹娘。没有吴宫人，哪有今天的傅瑶啊？这一点本夫人会铭记于心的。奴婢愿为夫人效犬马之劳，万死不辞。这些都是姐姐专门为元宵佳节准备的上食吗？正是，两位妹妹精心准备的菜肴，姑想等到陛下来了再一一奉上。姐姐，听说陛下是昨日黄昏传话过来的，所以姑把两位妹妹请到冷泉院来，与陛下一起喝酒赏月，共度佳节。真是托姐姐的福，陛下已经好些日子都没有去过合欢殿了。要是再过些时日啊，没准连星儿都该忘了他爹长什么模样了。皇后殿下，金马殿那边来人，说皇上去了董美人寝宫，请皇后殿下与诸位夫人不必等候。这些是陛下送来过节用的一应物品。太子殿下请用。这些本王早已尝过，就赐予两位皇帝，尽管用。谢太子殿下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位宫中至尊的皇后，一位龙宠一时的昭仪，还有我，一个婕妤。我们三个姐妹加起来，和殿下的夫妻情分，也不及一个区区的刚进宫的董美人。难得皇帝夜夜新欢，却还忘不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情念。派人送来这些，我们可不能辜负了。自从我们进了宫，做了天子的女人，夫妻厮守的日子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干系了。从宽处想吧，我们不是还有儿子吗？星儿，
相比他们2位皇兄年纪尚幼，可是我们星儿啊，却能背得下2位皇兄在承明殿太傅所受的礼记呢。长幼有序，太子殿下和康儿同在承明殿进学，我看不如先让太子殿下背诵。傲儿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。故外户而不避，是谓大同。今日背书之时，你为何要帮太子啊？太子乃康儿的皇兄，儿以为兄有弟恭，长幼有序，所以儿才帮太子。康儿此话重情重义，但儿难道不明白为娘的一片苦心吗？康儿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单凭为娘一个人，已经不足以垄断你父皇的心了。你是娘唯一的儿子，也是娘唯一的指望。你要知道，娘时时刻刻都为你筹谋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够当上太子吗？儿生下来就不是太子。康儿，生下来不是太子，不代表永远做不了太子啊！你一日为太子，但并非日日为太子。若你继续放任自流下去，给你父皇留下荒疏不学的成见，到时候已是传导将心，悔之晚矣。你知道吗？本朝孝武皇帝年轻时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胶东王，最后还不是继承大统，成为盖世英主。儿生下来也不是胶东王，你怎么成了？儿子谨遵娘的教诲。你休要怪娘对你苛责约束，娘希望你明白，若非生在皇室，娘也不至于这般逼你。但事到如今，你我都不能轻言放弃。你还小，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。你今天下去，把孟子告子下之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抄写20遍，明日娘亲临检查，若你未能熟读背诵，定当责罚不贷。你说这一根藤上结的瓜，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？太子虽然进学不如你康皇兄吧，却也秉承了天子霸气，行事大度。依兰殿的那位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好命。康儿自幼好学，才思敏捷，深得你父皇的喜爱。唯独我的星儿你哟，就知道吃，贪图享乐。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娘的苦心呢？娘还指望着你有一天能够当了太子，给娘争争光什么的呢。娘，哎呦，这陛下赐的饼饵啊，味道还真是不错。哎呦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的星儿好吃，也是随了娘了。想当初娘啊，你有心想当皇后，可到现在，不还是个婕妤吗？是不该指望我的星儿当什么太子。康皇帝，皇兄。哦，给。皇后没有为难你吧？哎，别提了。母后还责罚我抄孟子的告子下20遍。20遍？那你还不加紧抄？到时皇后查看的时候，你交不上怎么办？
交不上就交不上，大不了再被我娘责骂一回。哎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不妥吧？依我看，你还是加景超方为上策。我看不如康皇帝替我抄吧。